几百年的破壶底儿、碎壶盖儿，都是小马哥到处淘来的宝。这些壶片在外行眼里没什么价值，但却保留了子口高度、明接暗接、深筒弧度这些重要信息，是仿古壶手眼里压箱底儿的宝贝。近些年，仿古壶里的天花板怕是十大宾了。十大宾相当于华语乐坛的周杰伦，流行乐里的杰克逊。万历朝那会儿，紫砂还是散装的，后来十大宾华丽登场，他做的壶砂粗质古肌理匀，是他整合前人的经验，创造了一套打泥片的做壶手法。今天丁蜀镇里噼里啪啦的木搭子声，都源自400年前那第一声回响。这就是拍打成型法，一手捏稳泥条，一手握住木搭子，重重砸下去，边砸边赶，泥条就像太湖泛起了波纹，力道是斜下的，哄着泥条延展开来。举车切割，裁切泥条，木转盘润水，放置围片，它是做深筒的第一步。围片的一生只等一次拥抱，它用来规范直径，用完即弃。拥抱围片，收拢一圈，构成深筒，也构成了茶汤和人间的围墙。旁皮刀切割，裁去多余泥条，切割后的深筒出现一道断面裂痕，将滋泥条稀涂抹于断面，随着水分蒸发，裂痕渐渐弥合，形成几近无痕的深筒。一手持木拍子，一手用指肚虚搭深筒内壁，内外同时发力。木转盘无法自转，它的转动全靠木拍子的摩擦力，这就叫拍打成型。拍打、旋转，宇宙中最基础的运动，像行星奔赴恒星。